Hello，大家好啊！我係佩常啊，Nerissa Wong。咁因為同沈詠蓮博士咧出咗幾條片之後，而家經過1年嘅時間啦，就接待咗好多嘅香港人，包括一啲華僑啦。咁今日我都係喺泰康之家月園呢一度嘅，咁我就順便拍一條片。介紹下我自己啦，因為好多人都問啦，究竟你係月園嘅員工啊，定係泰康保險嘅 agent 啊，定係阿博士啲員工啊？即係就好多猜測嘅。咁今日就大致花幾分鐘嘅時間介紹一下我自己先。咁首先咧，我係廣東中山人，係土生土長嘅中山人。咁其實中山咧都好多香港明星啊，包括一啲博主啊，咁佢哋喺中山生活嘅。咁然之後，我先生咧就係香港人啦。咁包括我女啦，今年已經14歲㗎啦。咁我老爺奶奶都係住喺香港嘅。咁而家入到嚟我哋月園嘅大堂啦，睇下每日都好多人喺度參觀㗎。係啊。咁今日有一個活動叫做多元馬拉松嘅活動。咁所以呢度有一個展牌喺度，呢度參觀嘅人數有啲多，就行去前面呢個位置安靜啲，再講返我自己。揾咗一個安靜啲嘅位置，就繼續同大家講返我自己嘅簡歷啦。咁我係2008年3月25號加入泰康保險集團嘅。咁泰康咧，其實佢唔係齋做養老院，可能你哋知道嘅都係從養老院開始啦。咁我哋1996年8月22號喺北京嘅總部設立。目前咧就係我畢咗業之後嘅第一份工，亦都係做到而家差唔多18年嘅時間。我亦都係諗住喺呢度做到退休㗎啦，就係咁簡單。咁我個人嘅風格係乜嘢？係我中意食嘢啦，中意探店啦，中意瑜伽、普拉提、爵士舞啊，或者係彈 ukulele、唱歌啊，都識啲嘅。畫畫做手工好似我啱過嚟養老院多啲喎。咁然之後我喺泰康嘅話，泰康係保險公司，咁佢亦都有做全國36個城市、47個社區，其中已經開業嘅27間。咁喺大灣區帶得比較多嘅，你哋香港客人中意嘅就係深圳嘅彭園，因為你哋覺得彭園喺深圳會唔會近啲呢？屋企人過嚟探你哋會唔會方便啲？咁彭園而家目前入住咗超過70位香港長輩。就喺廣州嘅月園咧，其實已經有將近100位香港長輩喺度住。我出團咧，基本上都係私團。咩叫私團咧？就係私人定製，唔係話我點樣嘅一個個人特色啊。咁基本上我接嘅呢啲香港老友記，包括好多嘅加拿大、澳洲、美國、荷蘭、法國翻嚟嘅老友記，都係行呢個私團。私團嘅意思咧，就係我會私人定製行程。好似我有啲客人佢中意去戶外嘅，咁我哋隔離咧，月園嘅隔離就有一個水星水庫公園，嗰度真係好靚嘅。上邊仲有一個君蘭酒店。咁如果中意食嘢嘅客人咧，我就會帶佢去到月園附近嘅一啲比較優美環境嘅餐廳，食嗰啲有雞味、有菜味、有魚味嘅嘢，仲有廣東人最中意嘅靚湯。仲有客人咧，佢哋想體驗一下月園出去嘅交通究竟係唔係方便嘅，咁點樣接駁地鐵？因為平時我揸車比較多嘛，咁我亦都帶客人去坐門口嗰個沿江西站嘅輕鐵。去到香雪站或者去到長平地鐵站，再接駁去廣州南站或者新塘站，直接返西九龍嗰啲路線嘅參觀，咁都可以去定製。最重要有一點咧，就係好多香港老友記佢哋都想去採訪嘅居民。咁呢一點咧，就我聲明先嘅，月園嗰度好多嘅居民同我好熟，但係我唔可以去要求居民幫我去
做啲乜嘢，因為佢哋平時都好忙㗎。你知道我哋呢度嘅課程特別多，有老年大學啦，有居民俱樂部啦，每日佢哋嘅時間安排得好滿。咁假如你跟我呢個團呢，你係有咁樣嘅緣分同埋磁場，你遇到其中一位呢，其實佢哋好願意主動咁樣同你去分享住喺月園嘅各種好處，或者係佢覺得仲係不足嘅地方，佢都會話俾你聽㗎。所以我呢個師團除咗頭先講嘅呢啲嘢之外，另外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就係我哋平時如果係帶一個大團20-30人、40-50人嘅呢，佢就去唔到康復醫院，亦都去唔到體驗嗰啲健康養生館嘅理療，包括中醫養生嘅把脈、開藥或者係照 CT scan 呢啲都係做唔到，因為大團嘅話精力有限啊，你安排唔到咁多位置去俾你哋體驗。咁我出呢個師團就係想大家喺有限嘅時間裏邊可以體驗到月園各方面適合你嘅嘢。咁當然你選擇彭園呢，我哋亦都可以去周邊嘅大鵬古城啊、較場尾海灘啊、吹吹海風、食下海鮮啊，嗰啲都係 OK 嘅。總之所有嘅行程呢，就我哋見面開始可以傾，或者係喺 WeChat 嘅群組嗰度可以事先 plan 好。咁當然你哋揾我嘅話，接駁過嚟呢，就係需要發一發你哋嘅證件，因為我需要訂房。我哋園區係實名認證，全部登記咗先至可以入園嘅。咁就冇咩其他特別嘅嘢啦，就係希望你哋有一個完美嘅體驗，了解下我哋泰康之家，即係 CCRC Continue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咁彭Garden跟月 Garden 呢，也是都係好歡迎各位過嚟跟我呢個團，跟阿佩常一齊去講玩、講飲、講食，同時了解大灣區養老嘅。好啦，唔知我頭先介紹咗咁多出團嘅一啲相關行程呢，大家 get 唔 get 到我係做咩嘅呢？咁我係泰康人壽嘅首批授權養老社區體驗官。咁第二個呢，我亦都係泰康深圳前海國際醫院嘅健康大使。另外呢，我亦都係泰康人壽做咗18年，差唔多18年嘅 agent。OK。咁如果大家想預約去參觀，好似我哋深圳前海泰康國際醫院啦，做 body check 啦，或者專家門診啦，可以揾我啦。咁然之後呢個係我哋泰康之家彭園，係啦，咁佢係叫海景房嚇，近大鵬灣嘅。仲有就係我哋嘅月園，係呢個2期嚇，月園嘅2期。再影過嚟咧，呢邊就係月園而家嘅沙盤，係。咁然之後到呢邊就係我哋佛山嘅禪園啊！前2日我都帶咗2位客人去佛山禪園睇咗樣板間嘅，係咁佢明年呢就6月份開始做體檢評估，10月份就正式入住㗎喇。咁其他省外嘅包括每個月我會去嘅例如杭州、廣西、北京。出得比較多嚇，蘇州、廈門、三亞、福源，其實呢啲都可以私人定製，都可以 book 嘅，但係就跟公司嘅 schedule，因為呢啲就唔係我單獨帶嘅團啦，就係我哋全省即係公司有 sponsor 嘅呢啲，即係阿博士即將出嘅嗰個北京嗰啲片嘅嗰啲就係需要篩選名單，交俾公司審核通過咗之後呢，要搶票，因為全省3萬幾個 agent 一齊爭嘅，爭得到呢，我哋就去；爭唔到呢，下一次有行程呢都會 send 出嚟俾大家。OK，咁今日就講到呢度。